矿业法去年完成修法了后，环境部头一定旧矿场的开发案，为伫宜兰南澳的太白山的信代水泥，最近的审查哦，本地这个矿场是承诺讲要暂停开发20天，也毋过最近哦又个评估要个动工咯。当地民众甲环保团体是拢正反对，农业部的林业署嘛表示讲哦，因未同意继续租土地，互因挖矿。 为空中翕的相片，当看到规条山头除了道路拢有树仔砍掉的。环保团体指出，这有非常丰富的生态。这片伫宜兰南澳太白山的土地是信大水泥第2矿场、第3采掘场。早伫民国87年通过环评审查，后来承诺暂停开发20年。最近想要重启开发，会早伫环境部进行环检查的审查。为了延续本公司的一个产能的一个稳定，也 后续需要着手相关的一个复工检的一个前置作业，整个环境现况不一样，我们有重新做一个调查。这个开发案比原来环评案缩小，实际开采面积是25公顷，但开发单位大型要缩减西边的范围，破坏面积会阁缩小，嘛采用逐步降阶采矿，挖了后得进行绿化复育。但环保团体批评开发单位无遵循当地部落，当地居民嘛烦恼会破坏珍贵的生态。 我们建议开发单位尽速确认关系部落，并尽速取得当地关系部落的同意。台湾还有其他地区分布大理石矿，为什么要为了开采矿石资源而破坏全台湾乃至全世界唯一的族群组成？农业部林业署是立场明确，指出只有珍贵的台湾水青柑甲几十种的珍贵动植物，开发的影响因的栖息地有生存。我们会采取较严格的规范。我们本案不同意租用这块土地。 案件会在环境部进行第2届专案小组审查，最后小组决定把案件退回。记者林俊美、陈昌伟台北报道。